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4月初3。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1节到第4节，第15节到第16节。约伯记14章第1节到14节，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8节，还有约翰福音第19章38节到42节。今仔日的主题是为主来活。真感谢大家的台岛等于伫台湾5礼拜时间转来伫美国开始继续来服侍。今仔日是主受难会过一天就是讲昨是受难日。我想侪的教会，还是讲侪所在拢有举行受难的礼拜，同时也受举行圣餐礼啦吼。针对这牧师想要先提问，互大家来思想，若有机会咱搁来探讨。根据圣经的记载，咱讲圣餐，还是讲最后的晚餐，应该伫倒一天？是受难日呢，还是倒一天？好，咱咧讲受难日是现代基督徒最感觉是最艰苦的一个日子啦吼。但是牧师咧猜想伫当初时，伫耶稣受难的这个礼拜六，受难就是受难日的过天。对于耶稣的门徒，还是讲所有的军队者来讲，实在是真痛苦的一天。特别迄3位称做玛利亚的妇人人，伫过天因伫受难日的过天，对这个门徒甲所有的军队者来讲是真艰苦嘛吼。这个妇人人呢，因为伊受耶稣的受难甲这个彼得否认耶稣甲这个犹太出卖耶稣，其他的10位的门徒死过安尼逃走。妇人人呢，伫一边非常艰苦，因为因看见耶稣行上这个苦路，佮又被钉伫这十字架，然后去约瑟甲尼哥底母去领转去埋葬。因感觉这查甫人咧处理耶稣的身尸真无满意，因着转去厝里来准备，想要来甲耶稣割抹来安葬。但是因必须爱点点听候安息日来过去。这一天因什么代志拢袂当做，只有伫迄个所在点点等待。咱讲等待是上艰苦的日子，这个时间。这一天真侪人称做是这个圣礼拜六，也有人称做这个黑色的拜六，就是 Black Saturday。因为失去因所跟随的老师，其实因实在是失去望啦吼。因为若照着这个中秋节来讲，伊是咧期待一个王呢，煞一个礼拜还袂到，就发生安尼代志。明仔载过后，到底是啥物状况，嘛无人会知影。虽然耶稣捌侪摆来预言家己的受难搁活，但是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因好若亲像无有人明白，迄个正是根本就无人注意记得耶稣所讲的受难预言。因无仰望，因无助，这是会当想象的代志。特别当因听候这个结局，无法度有仰望，还是讲未定的明仔载。根据本来书的讲法，就是讲对伫还未看见的事实的确见，这是需要信心的。但是因伫遮看袂到，因为因无明白，因所跟随的主已经死。这对来讲，这是仰望的破灭。
未来的日子就拢伫黑暗中啦。基督为什么会死？基督为什么无要努力活落来？伊明知知影头前有人要杀伊，伊却勇敢来往前，因为对于基督来讲，活地毋是为着基督来活，为着家己来活，是爱为着主来活。耶稣基督的死，也是要为着主来活的一个前调啦吼。咱会当看对今仔日的经文伫彼得前书第4章咱看伫第1节到第8节所讲的，讲咱基督既然伫肉体受苦，就恁也着安尼心志来做争气，因为伫肉体受苦的有甲做煞啦。至到恁即贴以后，伫肉体要活的时，就爱趁人的私欲，是趁上帝的旨意吼。因为以前的日，恁趁外邦人的意爱，行伫邪淫、私欲、酒醉、放纵、宴乐，甲这的逆法拜偶像的事，是已经到夜。但恁毋甲因行伫平平放荡的街头，因就为着安尼奇怪来诽谤，因要对迄个偏偏要审判伫活人甲死人的主来家己排列，因为福音也捌传到伫死人，是要互因伫肉体照人受审判，照神伫神照上帝来活。若是万事的结局近啦，所以着自在准则来祈祷。第要紧的，大家着切切三听，因为听是热坎济济做寡。保罗也捌甲咱讲过，伊讲活地是为着基督，死就有利益。这是腓立比书第1章的21节。另外伫一个所在，保罗佮安尼讲，我已经甲基督同定十字架，因为活地无过是我，乃是基督伫我的内面伫活，并且我如今伫肉身活地，是因为信上帝的囝来活。伊是疼我，为着我来牺牲家己。我要废掉上帝的恩典，伊若是借着律法得到的，基督就是枉然死啊！这是加拉太书第2章20到21节。我想保罗所咧甲咱讲的，这才是领受过活救恩真正生命的方向。毋望咱得到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享受互咱的救恩，也咱努力来为主来活。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4月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1节到第4节，15到16节，约伯记第14章第1到第14节，彼得前书第4章第1到第8节，约翰福音第19章38到4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为主而活。谢谢大家的带导，让我在台湾的5个礼拜非常的平安，非常的顺利，也在受难日回到了美国，那继续来服侍，被要求在家里自主管理10天好，今天是主耶稣受难之后的礼拜6。在昨天受难日当中，看到许多的教会、许多的这个地区都举行了这样子的一个受难礼拜并且同时举行了圣餐的礼。牧师先要提问的是，让大家来思考就是有机会我们再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就是根据圣经的记载，最后的晚餐是在哪一天？是受难日呢，还是哪一天？
OK，受难日是我们现代基督徒觉得最难受的整个的教会节气里这是最难受的一天。但是牧师猜想呢，在当初耶稣受难的时候，其实是礼拜六，就是受难日的隔天，对他的门徒而言，还有这个所有的跟随者而言，都是最痛苦的一天，特别是对那3位称为玛利亚的妇女们。那个原因是，当时候耶稣受难的时候，我们看彼得他否认了耶稣，犹大出卖了耶稣，其他的10位门徒则四处逃逸。妇女们呢，在一旁一定非常难过，因为他们目睹着耶稣走上苦路，又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被约瑟跟尼哥底母领回埋葬。跟随耶稣到墓园的他们不满意这些男人处理耶稣的身世，即便他们回家了，预备了这个香膏物品，准备要来膏抹耶稣，来安葬耶稣，但是他们必须要等候安息日过去。这一天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他们只能空空的等待，而等待却是最难熬的一个时间。这一天被称为圣周六，更有人称之为黑色的星期六 Black Saturday。 除了因为失去了他们的所跟随的老师之外，其实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失去盼望的事情。我们回想一下3个主日，一群人在耶路撒冷的门口举起棕树枝，他们大大的欢迎这个何珊娜这个可以来帮他们带领他们胜过，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地上的王。 OK， 所以因为这样子，经过了受难日，这一天他们什么也没有了，而且明天过后会是怎么样的状况，也没有人知道。虽然耶稣曾经多次预言自己的受难受苦，但是根据福音书的记载，他们似乎没有人明白，也似乎没有人听进去，或是记得耶稣所说的这个受难的预言。他们的无望，他们的无助，其实可以想见的。特别当他们需要等候那个结局未定的明天的时候，根据希伯来书的说法，对于未见的事实的切据，这是需要信心的。既然他们不明白，又所跟随的主已经死了，对他们说等于是希望的幻灭，未来的日子呢，就是在黑暗中了。基督为何而死？为什么不努力的活下来？基督明知道前面有人要杀他，却仍然勇往直前。活着不该是为自己而活，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下的典范，而是为主而活。可惜玛利亚祷告，顺你的意，但不是顺我的意。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主而活，就是所谓的复活。那复活的前提就是死亡。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8节这样提到：既然在基督的肉体上受苦，你们也应该用同样的意志装备自己，因为在肉体上受过苦的人已经跟罪恶隔绝了。从今以后，你们在世上所现在的日子，要受上帝旨意的管束，不再被人的欲望所控制。从前你们浪费光阴，做异教喜欢做的事情，生活在淫乱、纵欲、酗酒、宴乐、狂欢和可憎恶物的偶像崇拜当中。现在你们不再跟他们一样过放荡、没有节制的生活，他们觉得很奇怪，因而侮辱你们。
可是他们一定要向那一位审判活人和死人的上帝交账。为了这个理由，福音也常传给世人，给那些跟其他人一样的肉体上受了审判的人，好使他们的灵得以跟上帝一样的活着。万事的终局要到了，你们要谨慎自守，尽心祷告。最重要是要彼此真诚的相爱，因为爱能够消灭许多的罪恶。保罗也说，我活着是基督，我死的就有益处。这是在腓立比书第1章21节的经文说的。保罗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到，基督就突然死了。这是加拉太书第2章20到21节。保罗在这个提醒我们的教导里面所说的，才是我们领受复活的救恩的基督徒这些人应该要活得真正的这种生命的方向。也盼望我们都得到上帝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努力来学习为主而活。